如果你喺生活某一刻突然覺得自己已經搏到盡，卻依然為供樓、供車同柴米油鹽苦苦掹扎，而身邊嗰啲睇落平平無奇，甚至根本唔算點努力嘅人，竟然可以喺時代嘅浪潮入面輕輕鬆鬆翻身奪魁，請唔好急住抱怨命運不公。大保基金曾經留低一句震耳欲聾嘅話：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忘，你以為財富就係銀行戶口嗰一串數字咩？嗰只係冰山一角。真正嘅巨額財富，本質上係你幾輩子積落嚟嘅隱形資產。如果你嘅福報戶口係空嘅，就算財神爺將錢送到你手邊，你都根本接唔住。努力其實只係保證你嘅生活唔會跌落森林，但真正嘅階級躍遷，嗰種改寫命運嘅大格局，係命裏自帶嘅頻率。如果你都想睇透呢層迷霧，想知道點樣重啟你嘅福報系統，請喺留言區打低福澤圓滿4個字。呢句唔單止係對當下嘅祝福，更加係你向宇宙發出嘅最強意念。今日要同各位探討嘅內容，可能會鐵底空腹你對揾錢呢2個字嘅認知，因為我會帶你走入一段被大多數人忽略嘅古老秘密。喺世俗嘅眼光裏面，財富被視為汗水、才華同機遇嘅產物，但喺佛學嘅宏大尺度下，呢啲僅僅係助緣。如果將發達比喻成種出一棵參天大樹，你嘅努力、技術同人脈只係陽光同水分，而真正嘅核心，你在於你內心深處有冇埋下嗰粒名為財富福報嘅種子。業報差別經揭示咗一個真相：同時不失。點解有人得財兩得，有人得財兩失？點解有人呢一世揮金如土，有人卻守着金山討飯？呢背後隱藏咗一套嚴密嘅法界會計制度。喺佛學視角中，每個人出世都自帶一個福報銀行。呢個戶口嘅餘額並非來自呢一世嘅投機取巧，而係由過號無量劫以來，你嘅每一次善念、每一次慷慨、每一次對眾生嘅護持所轉化嘅聖德財富。呢就係點解佛法成日講欲知前世因，今生受這事。更深層嘅邏輯在於財富喺法界中並唔係以紙幣或黃金嘅形式存在，而係一種能量頻率，佛門稱之為祿。呢種能量決定咗你喺呢個物質世界上能夠調動嘅資源總量。如果你命中嘅力位只有一碗水嘅容量，咁就算天降大雨，你夾硬要接一桶水，多出嚟嘅部分都會化作災禍流走。呢個就係所謂嘅德不配位，必有餘殃。好多人唔明，覺得呢套太宿命論，其實不然。佛學話俾我哋知，大財靠命，並唔係叫你躺平，而係要你睇清財富分配嘅潛規則。呢種命唔係一成不變嘅劇本，而係你累生累世積落嘅隱形資產，喺呢一世集中召現。當你明咗呢點，你就會發現真正嘅有錢人其實係嗰啲深諳法界投資學嘅高手。佢哋懂得點樣喺因地上努力，而唔係喺果報上強求。喺跟住落嚟嘅故事入面，你會睇到呢套規則是點樣喺現實與因果嘅交易中完成嗰場跨越時空嘅精準收割。喺古印度嘅舍衛國，有一位名叫拔提嘅富商，佢嘅財富富可敵國，宅地嘅金庫裏堆滿罕見嘅珠翠。然而喺當地百姓眼中，拔提係一個極為反常嘅存在。佢雖然坐擁萬金，卻過得比苦行僧仲要清苦。佢終年着住粗糙嘅麻布衣，每餐只食嗰啲發酸嘅陳米粥，連屋企嘅牛馬都食得好過佢。更差異嘅係，拔提並唔係因為論那而刻意節奀，而係佢一掂到精美嘅食物，個胃就會翻江倒海。一旦着上柔軟嘅絲野，全身就好似被火燒咁刺痛。佢旁風被關進咗一個名為富貴嘅囚牢，睇得見摸得着，卻唯獨無法享受。呢種有錢冇命使嘅怪現象，
驚動咗當時嘅波斯匿王。國王百思不得其解，親自去請教佛陀。世尊，呢位拔提長者明明擁有寶天富貴，點解喺生活上卻似個卑微嘅乞衣？佢嘅財富究竟從何而來？佢嘅痛苦又因何而生？佛陀合上雙目，喺甚深徹定中觀照拔提嘅過號身上。隨後，佛陀緩緩開口，揭開咗一段跨越時空嘅驚人秘密。喺好久好久以前，拔提曾係一個極度貧窮嘅小販。嗰時佢每日都要為生存而喺烈日下奔波。有一日，佢喺路途中遇到一位正得辟支佛果位嘅聖者。嗰位聖者正托缽乞食，面容清秀，卻眼神慈悲。小販喺嗰一瞬間心中湧起一股從未有過嘅清淨感。佢想都冇想，就將自己準備留嚟撐過3日嘅乾糧，傾其所有，全部放咗入聖者嘅缽中。由於供養嘅係大阿羅漢級別嘅聖者，呢一份純正嘅善念喺法界中瞬間被放大咗億萬倍。呢粒種子種下嘅一刻，就注定咗佢未來多世都會擁有巨額財富資產。然而故事嘅反轉就喺佢供養完聖者之後嘅嗰1分鐘發生咗。嗰1分鐘成為咗拔提長者此生揮之不去嘅咒咒。當佢將最後1點乾糧送俾聖者後，仲未走出幾步，心入面突然猛咁揪咗一下，嗰種貧窮帶來嘅恐懼瞬間反駁。佢開始喺心裏瘋狂盤算：我頭先係咪太衝動？嗰可是我3日嘅口糧啊！如果冇咗呢啲餅，我可能會餓死喺半路。與其將呢啲上等乾糧俾一個唔識嘅出家人，倒不如留翻俾我嘅部古人食，或者索性餵狗，至少仲聽得客響。佢喺呢一瞬間產生嘅強烈後悔，似一股冰冷嘅寒流，瞬間凍結咗嗰粒啱啱發芽嘅財富種子。佛陀告訴國王，雖然供養聖者嘅功德令佢呢一世注定大富大貴，但佢嗰份後悔嘅惡念，卻喺法界中形成咗一種名為受用障嘅屏障。就好似一個人搏命賺到幾億身家，卻喺簽約嗰一刻，自己喺飯碗入面落咗毒。財富嘅所有權同享用權喺佛法中係兩回事。拔提擁有嘅係財富嘅數字，卻失去咗財富嘅能量。與此同時，喺舍衛國嘅另一頭，住着一個叫阿南達嘅貧農，佢嘅境遇同拔提截然相反。阿南達住嘅係漏雨嘅茅草屋，鑑嘅係最重嘅體力活。可奇怪嘅係，佢每日都樂呵呵，哪怕只係喺路邊執到幾個野果，佢都可以食出人間美味嘅感覺。哪怕只係披住一件補丁搭補丁嘅舊大衣，佢都覺得暖過春陽。更令人驚靚嘅係，阿南達似乎擁有某種神秘嘅吸引力。每當佢去幫傭，嗰家人嘅生意就會莫名其妙變得興隆。同每當佢經過一片乾涸嘅地頭，嗰度嘅莊稼就會生得比別處茂盛。所有人都以為阿南達只係運氣好。直到佛陀揭開故事嘅另一面，原來喺多生累劫之前，阿南達同拔提曾經係同路人。當拔提因為後悔而心生怨嘆嘅時候，行喺後面嘅阿南達正因為見到聖者可以食到一啖熱飯而滿心歡喜，甚至激動到拍手讚嘆。阿南達嗰時嘅歡喜心喺佛法中被稱為隨喜功德。雖然佢當時袋裏掏唔出半個銅板，但佢嗰種發自內心為他人成就而感到快樂嘅頻率，竟然精準咁連接上咗嗰份巨大嘅福報牆。如果話拔提係種咗一棵長滿劇毒果實嘅金樹，咁阿南達就係雖然冇土地卻擁有要整片森林嘅清香。隨着歲月流逝，因果嘅交耗變得越發複雜。喺呢一世，拔提雖然身為富商，卻因為嗰份悔意而鎖死咗自己嘅感官。佢每日坐喺金山上，望住金光閃閃嘅財寶，內心卻慌，寶得像一片沙漠。佢發現，無論自己點樣努力去享受，
物質帶來嘅快感總是轉瞬即逝，取而代之嘅係無盡嘅空虛同莫名嘅焦慮。有一日，拔提嘅長輩過身，留低一筆數額驚人嘅遺產，包含幾座聲山同成群嘅象隊。呢本該係喜事，可當拔提攞到地契嘅一刻，佢竟然直接暈低喺地上。當佢醒嚟嗰時，悲哀咁發現自己對呢筆新財富唔單止冇半分喜悅，反而覺得呢啲契約沉重得像枷鎖，壓到佢透唔到氣。就喺呢時，阿南達因為原本服務嘅地主破產，不得不流落到拔提嘅府邸門前求一份差事。拔提望住眼前呢個雖然衣衫親贈卻神采奕奕、眼神清澈如水嘅貧農，心中生出莫名嘅嫉妒同好奇。佢叫阿南達入屋，指住台上一碗佢自己難以下誓嘅頂級燕窩，冷冷咁話：如果你可以當住我嘅面食晒呢碗嘢，而且表現出真正嘅快樂，我就俾你一袋金幣。阿南達笑了笑，有禮咁接過碗，佢先虔誠咁合上眼，旁飛喺度感謝上天嘅崇贈，然後輕啜一啖。嗰一刻，阿南達臉上洋溢出嘅幸福感，竟令周圍嘅空氣都變得輕盈起嚟。佢旁瞓唔係喺度飲粥，而係品嚟緊天上嘅甘露。拔提睇到呆咗，翻抖住問：點解？點解你可以，而我擁有呢一切嘅人，卻只感受到苦澀？阿南達放下空碗，對住拔提長者微微欠身，語氣平和咁話：長者，呢世間嘅財物其實從唔屬於任何人，佢哋只係喺唔同嘅頻率之間流動。我之所以覺得呢碗粥好飲，係因為喺我心中，佢已經超越咗物嘅本身，變成你念。而念睇佢嘅時候，睇到嘅卻係佢花咗幾多銀錢，以及念為咗保住呢啲財富而耗費嘅心神。拔提長者聽完，內心嘅防線瞬間崩塌。佢唔甘心咁揮退阿南達，將自己關喺密室入面，對住滿屋奇珍異寶發呆。佢開始咗試用布施嚟緩解內心嘅痛苦，打開糧倉分糧食俾災民，打開金庫分銀錢俾窮人。但奇怪嘅事發生咗，每當拔提發出一筆錢，佢嘅心非但冇變輕，反而好似被毒蛇咬咁痛。佢喺布施時腦裏控制唔住咁諗：呢啲錢發出去，我嘅資產就縮水，呢啲慈民根本唔配得到我嘅恩慈。佢嘅布施竟然帶住濃烈嘅交換心同傲慢。於是雖然佢喺外面贏得大慈善家嘅美名，但身體嘅病痛卻日益加劇，甚至去到滴水難進嘅地步。就在拔提瀕臨崩潰嘅時候，舍衛國發生咗一場巨大嘅變故，鄰國軍隊突襲，拔提嘅商隊被劫，爭山被佔，一夜之間，呢位富甲天下嘅長者竟然淪為階下囚。喺陰冷潮濕嘅牢房裏，拔提失去咗所有，冇咗金絲楠木床，冇咗食唔落嘅山珍海味。就係喺呢一刻，佢竟然喺侵寒膠壁中諗起阿南達嗰個深爛嘅笑容。佢突然意識到咁多年嚟，佢從未真正擁有過嗰一座座金山。佢只係一個被名為財富嘅業力所囚禁嘅守衛。當佢放下最後一份對財物嘅執念，決定哪怕聽日就要被處決，今日都要將牢房裏僅剩嘅一塊乾硬麵包分俾格念嗰個垂死嘅老囚犯時，奇蹟發生咗。嗰塊硬到似石頭嘅麵包喺入口嘅一瞬間，竟然散發出一種前所未有嘅清香。拔提長者流淚了，嗰係佢呢一輩子第一次品嚟到富足嘅滋味。就在拔提長者喺淚水中吞下嗰塊麵包時，牢房嘅大門被緩緩推開。原來波斯匿王得知拔提嘅遭遇，派遣大軍收復咗失地，將佢從囚禁中解救出嚟。必得如此，原本被劫掠嘅財貨，竟然被悉數揾翻一件，不少咁堆喺佢面前。經歷咗呢一場死而復生嘅變故，拔提再次企喺嗰堆金幣面前嗰時，
眼神裏已經冇咗曾經嘅謹慎同貪婪。佢諗起佛陀嘅話，終於徹底領悟：大財雖然靠命，但點樣受用呢份命，卻存在當下嘅一念之間。佢再次請嚟阿南達，今次佢唔再係高高在上嘅施捨者，佢揸住阿南達嘅手，真誠咁話：過去我以為你係個可憐嘅貧農，而家我先知道你只係嗰個坐擁法界寶庫嘅億萬富翁。我嘅命裏有財，卻因為心量嘅傲愛，將佢變成咗債。你嘅命裏雖然睇落冇財，卻因為心念嘅開發，將佢變成咗對整個宇宙嘅供養。從嗰日起，拔提長者做咗一個令成個舍衛國震驚嘅決定。佢將所有家產轉化為無數嘅學校、醫館同供養修行人嘅精舍。最關鍵嘅係，佢唔再為失去而焦慮。佢發現，當佢真正將心打開，嗰啲原本會令佢痛苦嘅財富，竟然好似活水一樣順暢咁流進流出，再冇引起身體嘅不適。而阿南達依然過住嗰種簡單卻滿足嘅生活，只係無論佢行到邊度，邊度就變得祥和。佛陀喺精舍中對眾弟子總結道：眾生追求財富，卻不知財富嘅本質係福。有財無福者，如庫中之渠，利於金山之下；有福無財者，如清風拂面，雖無常物，卻處處自在。唯有修得大福報，且心無碗外者，才能真正灌大財，將其轉化為濟世利人嘅資糧。呢個故事跨越咗千年嘅塵埃，如今依然喺度向我哋訴說。你以為你喺度賺嗰啲睇得見嘅錢，其實你係喺度消耗嗰啲睇唔見嘅福。當你嘅隱形資產耗盡，所有努力都會變成竹籃打水；而當你嘅福報池滿溢，財富想躲都躲唔甩。聽完拔提長者同阿南達嘅故事，你可能會有一種覺醒感。我哋自細受到嘅教育係一分耕耘一分收割時，但現實中呢套邏輯往往喺溫飽線以上就失效咗。佛學告訴我哋一個極其冷酷卻又無比慈悲嘅真相：努力只係獲取財富嘅助緣，而福報先至係財富嘅內核。就好似你想手機着芒，努力係嗰個插頭，負責連接電源，而福報則係嗰個發電廠裏儲備嘅電力。如果冇電，你就算將插頭插到爛，個屏幕都永遠漆黑一片。喺佛學核心概念中，大財之所以靠命，係因為佢涉及到一個極為精準嘅福報分配潛規則。首先，我哋要理解咩係力。喺古代智慧裏，力代表咗一個人呢一世能享用嘅物質總量。呢個總量喺你出世嗰一刻，根據你過後生累積嘅隱形資產，已經設定咗一個大致嘅物值。呢解釋咗點解有人喺牛市裏傾家科產，有人喺危機中逆勢起飛呢？唔係單純嘅智商差異，而係佢哋嘅能量容器大細唔同。如果你只有1斗嘅容量，就算你通過各種手段搶到10斗米，多出嚟嘅9斗9升，都會通過生病、官司被騙或者投資失敗等種種方式，從你嘅生命中流走。呢喺佛法中叫財為5家共有：水火就宅官府及敗家子。其次，關於階級躍遷嘅真相，真正嘅階級跨越，本質上係陰德到陽報嘅質變。好多人搏命社交縱型，試圖透過外求嚟改變命運，卻唔知道呢係喺透支原本就微薄嘅存量。佛學中有個詞叫消福，你每一筆不義之財嘅喀特，其實都喺劇烈咁消耗你未來嘅額度。最深刻嘅佛學智慧告訴我哋，財富其實係自性嘅顯化。如果你內心己乏、焦慮、充滿貪婪，你嘅頻率就無法同大財對頻。大財嘅本質係定，只有心靜如水、福報深厚嘅人，至托得起嗰份沉甸甸嘅物質能量。所以，與其話大財靠命，不如話大財係靠一種長線資產嘅增值。你呢一世睇到嘅財富，
不過係你喺漫長時空旅途中某一站種下嘅種子，喺呢一站開花。如果你而家覺得資糧幾冗乏，咁恰恰說明你過號嘅隱形銀行裏餘糧唔多。與其喺乾涸嘅土地上瘋狂挖掘，不如靜下心嚟開始向呢塊土地灌溉新嘅因。財富唔係賺翻嚟嘅，而係識翻嚟嘅。當你嘅腹部牆強過你嘅慾望，財富唔使你求，佢會主動嚟揾你。呢先至係法界中最隱秘也最權威嘅分配邏輯。我哋成日聽老一輩講厚德載物，呢4個字唔係道德教化，而係物理學。喺佛法嘅能量視覺下，財富、權力、名望都係具有巨大質量嘅能量體，而你嘅人格、願力、自律同慈悲心就係承載呢啲能量嘅地基。如果地基只有承重10宗嘅能力，你卻通過各種宗型、借貸或運氣，夾硬搬嚟100省黃金，結果會點？結果就係地基坍塌。呢種坍塌喺現實中表現為意外傷災、突如其來嘅官非、身體莫名其妙出問題，或者原本乖巧嘅仔女突然變敗家子。佛經中話財富5家共有，但有一種財富係邊個都搶唔走嘅，就係聖德。如果你命裏嘅福報只有咁多，而你享受嘅待遇超過咗你嘅貢獻，就係喺透支。透支嘅代價通常係用最寶貴嘅資產去抵債，比如壽命或者平安。我哋要明白一個真相，呢個世界係平衡嘅。當一個人嘅名聲超過咗佢嘅實力，當一個人嘅財富超過咗佢嘅貢獻，呢就叫負陰。宇宙嘅法則會自動啟動平衡機制，將多出嚟嘅部分削減掉。所以，當你見到有人一夜暴富後迅速甘落，唔好覺得奇怪，因為佢哋只學識咗點樣攞，卻冇學識點樣用德去壓住份財。好多朋友非常重視居家風水，但其實屋企最大嘅風水位就係女主人。喺佛學中，女性嘅特質同地大水大高度契合。地能承載萬物，水能滋潤眾生。一個家庭能唔能夠守住財富，能唔能夠令大財留得住，好大程度上取決於呢個家庭女性嘅能量頻率。佛法裏提到福德同功德女性喺家庭中往往扮演住福德庫嘅角色。如果一個家嘅女主人內心充滿怨恨、愛計較、言語尖毒呢，喺佛學邏輯裏叫做火燒功德林。哪怕男主人喺外面賺得再多，屋企呢個庫如果係漏嘅，財富就好難轉化為真正嘅安樂同長久嘅家運。相反，如果女性可以修出一顆如大地般寬厚嘅慈悲心，能夠柔和咁處理家庭關係，佢就喺屋企建構咗一個聚氣場。呢種溫柔並唔係軟弱，而係一種極高嘅定力，能夠將男主人喺外面帶翻嚟嘅浮躁戾氣化解掉，令財富真正落袋為安。呢都係點解古代智慧話安人即安宅。女性嘅情緒穩定性直接決定咗家庭嘅福報深度。一個充滿法喜、懂得感恩嘅女主人，就係呢個家庭最好嘅財神。佢唔單止喺守財，更係透過每一個喜事心動念，為下一代培育更深厚嘅隱形資產。既然大財靠命，而命又係由福報組成，咁喺現實生活中，我哋要點樣操作，先至可以喺呢套法界分配制度中，為自己同家人增加籌碼呢？財富唔係靠搶翻嚟，而係靠收翻嚟。以下係3個可以直接改變你能量頻率、擴充你福報容量嘅實做法門。第一，啟動福報福利布施嘅正確姿勢。好多人話我而家就冇錢點布施，呢其實係一個巨大嘅誤區。佛法裏嘅布施核心唔在於金錢嘅數額，而在於捨掉嗰顆己來佛嘅心。喺日常語境中，我哋成日講捨得捨掉先至得，
練習方法，哪怕每日只喺捐款箱投入10蚊，或者喺網上轉發有益嘅智慧知識，甚至只係俾路邊辛苦嘅清潔工一個真誠嘅微笑。關鍵在於你嗰一刻嘅起心動念要非常純正，唔可以有我俾咗10蚊，希望回饋我100蚊嘅交換心態。呢種不求回報嘅純正念頭，可以直接繞過你嘅業力屏障，喺你嘅福報銀行入面產生巨大嘅複利效應。第二，修補能量漏洞，識別並止住損福行為。你搏命揾錢卻留唔住，通常係因為你個桶係漏嘅。喺佛學視覺下，最損福報嘅行為有2種：一石口業，二是不孝。練習方法，觀察你嘅言語。如果你成日講我好窮，錢真係難賺，你就係喺向宇宙下基尼佛嘅訂單。由今日起，止住一切抱怨，尤其係對父母同長輩嘅頂撞。喺佛法中，父母係世間最大嘅福田，頂撞父母一次，相當於將你辛苦積累嘅福報燒掉一大半。當你開始感恩，嗰啲原本正在流失嘅財富能量就會重新凝聚。第三，建立財富定力，透過冥想與觀想同大財對頻。大財嘅能量非常厚重，如果你心浮氣躁，就算錢嚟到你都守唔住，甚至會被呢股能量帶偏。練習方法，每日清晨起身後，俾自己5分鐘嘅靜坐時間，唔好去諗今日要賺幾多錢，而係觀想自己係一片廣袤嘅大地，所有資源、財富、機遇就好似細雨一樣，自然咁落喺你身上。你要練習嗰種富足感，就算此刻存折嘅數字仲未變，你嘅內心都要先進入我已經具足嘅狀態。記住，宇宙只會將財富俾嗰啲已經準備好變富嘅人，而唔係嗰啲瘋狂求財嘅人。一啲常見誤區都要提醒各位，好多觀眾會陷入宿命論，覺得既然大財靠命，咁我就索性唔努力啦。呢個係大錯特錯。佛法講嘅係因緣果，你嘅命係種子，你嘅努力係陽光雨露。如果冇努力呢個助緣，就算你命裏有大財，佢都只會似一粒乾電嘅種子，永遠無法破土而出。你要做嘅係喺因上拼命努力，喺果上隨緣放下。呢種狀態下嘅你，先至係最有魅力、最容易吸引大財降臨嘅載體。講到底，呢個世界從來冇真正嘅意外，每一個突如其來嘅暴富，每一場悄無聲息嘅破產，背後都有其嚴密嘅法界，因果在支撐。如果你正處於人生嘅低谷，覺得點樣努力都掂唔到嗰層透明嘅天花板，請唔使灰心，嗰只係說明你過去累積嘅隱形資產正在結算，而你新嘅福報詐戶先啱啱開戶。大財靠命呢4個字聽起嚟好沉重，但其實佢係宇宙俾我哋最溫柔嘅提醒。你唔需要去羨慕別人嘅金山銀山，因為你生命入面嘅每一分財富都係你自己親手種出嚟嘅。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並唔係為咗成為財富嘅奴隸，守住嗰一串凍冰冰嘅數字，直到終老。財富真正嘅意義係，當佢流向你時，你是否有足夠嘅定力與慈悲，將佢化作一盞門燈，去照亮更多嘅人嘅路。拔提長者喺絕境中先至品嚟到麵包嘅清香，而阿南達喺清貧中卻始終擁抱成個宇宙。呢難道唔值得我哋深思咩？真正嘅階級躍遷，從來唔係從一個貧民窟搬入豪宅，而係從一個冀乏、貪婪、焦慮嘅靈魂進化成一個富足、坦然覺醒嘅生命。當你嘅心量足以包容萬物，當你嘅德行足以承載厚重，嗰啲所謂嘅大財，不過係你自性中自然流露嘅附屬品，佢不請自來，且永不枯竭。喺影片結束之前，我想留低一個值得你用一生去回答嘅問題。如果聽日你帶唔走人間嘅1分錢，咁此刻你嘅靈魂戶口裏仲剩低啲乜嘢？
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令你喺圈鎖嘅揾錢浪潮中，揾到嗰份屬於自己嘅穩如泰山嘅安寧。如果你覺得呢段內容對你有啟發，記得分享俾你身邊嗰個正在辛苦打拼嘅朋友，或許呢，正係佢改寫命運嘅一個契機。